呢個故事係一個泰國新入行警察嘅親身經歷。佢叫阿力，第一日開工就被安排跟住一個叫 P 爹嘅資深警員。呢個人一邊戴住一個 headphone，另一隻手就拎住個酒樽，巡邏嘅時候一路行一路飲。阿力心諗，咁都可以做警察，但係冇人理佢就唔敢問。有一晚佢哋一齊巡邏，行到河邊，阿力突然間聞到一陣味，佢皺晒眉咁問 P 爹：你聞唔聞到啊？好似有啲死老鼠味。P 爹冇乜反應，淨係答咗一個字：冇。第二日，警署收到報告，河邊發現一具女屍。去到現場嘅時候，屍體已經浸到認唔出。天開始黑，警員分頭做嘢，有人去問居民，有人準備照明燈。阿力同 P 爹同另一個警員就上車等法醫。車入面好靜，阿力半睡半醒咁見到附近有幾個居民，其中一個女人着住同死者一樣嘅衫，慢慢轉頭望住佢，然後話：幫我揾殺我嘅人。阿力突然間醒咗，車外面乜都冇。收隊後，阿力就返宿舍，一路行，佢總覺得有人望住佢。入到房後，佢就沖涼準備瞓。沖完涼出嚟嘅時候，佢發現房入面地下有水，佢以為係自己整濕，所以冇理到，於是就瞓覺。熄燈之後，嗰把聲又嚟啦：幫我揾殺我嘅人啊！佢好驚，但係唔知點解又瞓咗。第二朝起身，佢見到張被濕咗，有一笪水漬，但係佢肯定唔係自己整。之後每晚瞓覺，佢都覺得有水一滴一滴咁滴落佢嘅身度。至於件案，確認死者係一個幼稚園教師叫 Jeep， 但係過咗幾個月都破唔到案。之後政府展開掃毒行動，阿力被分配一單案去查一對夫婦，要做臥底。佢去夜店同嗰兩夫婦混熟，但監視咗一段時間都完全冇任何可疑，冇人接觸佢哋，冇見過佢哋接電話，冇交易。警長開始唔耐煩，於是叫 P 爹接手，但係冇證據點拉人。P 爹叫阿力乜都唔使理，只係跟住佢嘅計劃做就得。之後嗰晚，阿力就同嗰兩公婆講：我揸電單車唔敢飲太多，如果聽日嚟可唔可以車埋我？佢哋話冇問題，約定第二晚8點喺村口等。第二晚車嚟到，阿力開門，有槍聲，嗰兩公婆當場中槍。返到警署，阿力睇到新聞話係黑幫仇殺。P 爹叫佢唔使理，話呢件事已經完結。但係嗰晚，阿力返到宿舍沖完涼準備瞓覺，突然有敲門聲。佢開門，但係冇人，又再敲，佢再開，見到嗰兩公婆企喺佢門口。佢哋問：點解要殺我哋啊？阿力嚇到即刻衝上床冚住張被。第二日請假唔敢返工，但係無論佢醒定係瞓，都聽到同一句話：點解要殺我哋？佢頂唔順，於是衝返警署。P 爹聽完只係話：第一次係咁啦，唔使諗咁多喎。跟住佢飲咗2啖酒就行開咗。因為長期都瞓唔到，於是阿力就開始一放工就飲酒，醉咗先瞓到。之後有一晚，阿力坐喺宿舍外面飲酒，P 爹經過就坐低，跟住問佢做乜飲酒啊？從來都冇見過佢飲。阿力就話有鬼跟住佢，佢哋而家仲喺度啊。P 爹靜咗一陣就話：其實你第一晚聞到陣味已經出事，嗰啲唔係味，係訊息。平時我哋聞到都當聞唔到啊，但係你應咗，佢哋知道你感覺到就跟住你咯。阿力問：咁點解你要戴耳筒啊？ P 爹就話佢係聽佛經，佢停一停再講，係為咗唔想聽到其他雜聲。